喺土瓜灣，車房工人赤膊上陣，冇遮冇掩就咁噴油，旁邊仲放有啤酒同埋煙。而柴灣亦都有工人直接喺路邊噴油，佢自己就戴上咗口罩，而化學品刺鼻嘅氣味就直攻上附近嘅民居。而慈雲山一帶嘅車房情況亦都差唔多。早前環鳳街有車房大爆炸，住喺現場唐樓嘅街坊話，爆炸之前已經多次投訴。好覺你行過嗱嗱聲要走，因為佢有陣味嘅。我開個門覺到呢喉嚨都痛埋嘅，就想嘔嗰啲嘅。投訴呢就投訴999就好多次嘅啦。有冇用啊？其實投訴有冇用就今日有用就今日，唔使炸成咁啦。噴油工場儲存咗易燃物品，根據指引，工場需要設有密封式嘅噴油房同埋抽氣系統，防止氣味同埋油漆粒子飄出。而油漆仲含有多種嘅化學成分，可以影響呼吸系統，甚至致癌。工人亦都需要着上防護裝備，戴上面罩、手套、安全鞋等等。不過業界就估計，現時2600幾間車房有1成違規為車輛噴油。由於現時車房唔需要申領牌照，只係受到環境條例監管，環保署過去3年只係作出1宗檢控。機電處只能夠監管咗嗰啲有牌嗰啲，咁冇牌嗰啲呢，而家呢就只能夠有市民投訴呢，就係譬如話涉及噴油嘅，咁咪環保署咯。佢促請政府加強監管同埋強制註冊，避免重蹈慈雲山爆炸案嘅覆轍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